Melody 早晨有意思，你好，我係 Jensen 林振前啊。今日嘅訪問現場咧犀利啦，我哋有影帝級、天王級嘅人馬，我哋掌聲歡迎 Aaron 郭富城。Hello Aaron 你好，你好。今次咧我哋呢一個香港電影巡禮2025吉隆坡站咧，就將 Aaron 咧帶到嚟馬來西亞啦，跟住咧都帶住《無名字》呢部電影咧作為呢一個開幕嘅電影嘅。咁喺嗰個開幕儀式嘅時候咧 ，Aaron 都有同我哋分享啦，就話好希望可以同新導演合作啦，可以即係可能從中感受下，都提攜下啲新人嘅。咁其實呢一個咁樣嘅使命係咪依家呢一個階段嘅郭富城係好想去做嘅咧？就係反而未必係擺喺自己咁中心，反而咧去提攜身邊嘅人。其實10幾年前已經開始嘅，譬如寒戰啊、小尋梅啊、老人啊，甚至乎今次嘅無名字啊，咁其實都係啲新嘅導演啊，同我合作親嘅新嘅導演都唔錯嘅，將來嘅發展都幾好。最主要我諗係緣分啦。咁自己可能因為以前曾經由一個 dancer 冇名，跟住之後俾人發掘出嚟，到後來有咗自己嘅成績，咁我覺得可能呢一種亦都係根深蒂固咗喺自己，覺得新人係好需要去栽培同埋俾機會。咁所以我都好順理成章，自己喺電影方面啊，有啲新人出嚟，或者佢哋都好想有機會嘅時候，我都會自己盡力出一分力啦。好似剛才 Aaron 講嘅啦，即係由可能 dancer 開始，其實真係一個好勵志嘅例子，一個成功嘅例子。因為咧，我哋到依家喺網上面見到一啲片段咧，就見到可能以前TVB 有一啲可能 show 啊，跟住咧就你有冇 spot 到啊郭富城咁樣？係啊，係好有趣嘅現場。同埋咧，你諗下依家呢個影帝天王咁樣嘅一個位置，係令到好多新人咧覺得話係一個好好學習嘅一個對象。咁同啲新進嘅演員啊，或者係比較新啲嘅導演合作嘅話，其實有冇喺佢哋身上學到啲乜嘢係令到覺得可能以前諗都冇諗過嘅？喺佢哋身上咧就見到或者學到。如果你講咧新嘅喺電影上面嚟講咧，演員嚟講新演員可能有佢嘅特質，但係可能欠缺嘅大部分都係經驗。喺新演員裏邊，你會只係用你可以學到嘅嘢就係佢一種單純，因為我覺得電影呢樣嘢就係其實某程度上面嚟講有一個單純嘅一個特質係好事嚟嘅。咁你變咗唔會係太多複雜，因為你嘅人生好閱歷好豐富，然之後你好多技術上面嘅嘢你可以控制到，然之後呈現咗一個好有技術性嘅一個表現。咁反而我覺得唔係太好嘅。我自己會俾自己嘅感覺係，其實係完咗一部電影之後你就抌開佢。變咗你當你每一部電影新嘅電影出嚟嘅時間裏邊，既有你以前知道你做過嘅乜嘢，你會記住唔再做。然後嗰種單純嘅嘢就係你要放入去呢個電影裏邊。見到一個唔一樣嘅你自己，咁呢一樣嘢就係，但係當然你要另外一樣嘅經驗就係要靠技術，你要將佢避開，咁避開你曾經演過嘅一啲好細微嘅嘢，或者你演過一啲激動嘅嘢嘅一啲人係一定有微表情嘅，每一個人微表情，你點樣將佢攞走咧？咁呢個當你係演嘅時間裏邊，其實呢個就係要靠自己嘅經驗去處理啦，係比較複雜同埋難嘅。雖然咧就好似聽 Aaron 講短幾句啦，就已經講咗成個 process 出嚟。但係咧，我哋聽起嚟覺得難係咩咧？因為如果唔識拿捏嘅話，你可能會唔小心又墮入以前嘅 formula，又或者可能所謂嘅有表演嘅痕跡啊，係啦嗰啲咁樣嘅情況。咁你嘅 process 點樣？剛才講創作啊嘛，演技都係一種創作。你係會點樣去揣摩一啲角色嘅咧？事前嗰啲功課係點做嘅咧？通常我諗人生經驗係好重要嘅。電影裏邊其實講嘅就係一種生活嘅態度，只不過你遇咗唔同嘅人放咗喺你自己嘅身上面，去呈現出嚟，透過我嘅形體去呈現出嚟。咁人生經驗越豐富，你對每一件事嘅分析嘅睇法嘅角度就會唔同。咁你可能有幾個角度可以去呈現呢一樣嘢，但係點樣去令到佢最配合呢個角色咧？咁就係要靠你人生嘅經驗，你遇過人同埋事，你觀察咗你身邊嘅朋友，或者有啲人有啲特質。你可以放入自己嗰度，但係呢個唔係我自己嚟，但係你可以將攞佢呢種感覺放入自己嗰度，然之後消化佢呈現出嚟。因為通常你一開嘅電影裏邊呢個人物可能係45歲、50歲，咁你前期嗰30-40年做緊啲乜嘢咧？你就要自己去揾，因為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係可能都唔同性格。你喺馬來西亞住或者喺香港住都可能已經唔同，因為個節奏、生活節奏，你身邊嘅人。你嘅身邊嘅朋友，其實都會令到你自己有轉變。你嘅家庭係點樣，都會令到你有所轉變。你嘅職業乜嘢，都會令到你所轉變。咁所以呢個亦都係設定咗一個人物，佢本身有咗嘅一個性格嘅來源。
咁而呢個性格嘅來源就係要放喺你個人同埋事喺呢個劇本裏邊。所以咧，剛才嗰段説話咧，就俾我哋窺探到點解郭富城所演嘅啲角色可以咁成功，得到大家嘅呢個認同咧。剛才就有少少嘅呢個 master class 大師班嘅呢一個分享。咁對於你嚟講，有冇話喺成個演藝嘅過程裏面咧，或新人又好啦，中間階段都好啦，係有扶持過你，係非常之令你好記得、好感恩嘅一個人？其實我會覺得係每一次你同唔同嘅人合作，其實佢哋都係喺度幫緊你。無論係對你壞嘅人又好，對你好好嘅人又好，其實喺對於我嚟講都係一種經驗。所以我覺得唔需要太介懷喺過程裏邊有啲對你好差嘅人。其實相反，可能佢會激發你更加要上進，做得更加好。咁當然對你好嘅人，你更加要感恩啦。係啊，你要記住佢哋曾經幫過你，最緊要係緊守自己嘅理念啦，不斷去努力要去不斷去尋求突破啦。因為你只可以係突破，你先至可以更上一層樓。咁因為時代係不斷喺度進步，你只要可以有啲新鮮嘅你嘅作品，或者一個新嘅一個體會，俾觀眾睇到你，其實你喺度不斷喺度努力緊，做緊你自己應該做嘅嘢。所以咧，我哋都見到郭富城喺好多嘅，尤其是電影嘅作品裏面啦，係不斷挑戰自己，不斷突破。咁出道咁多年啦，即係你話唱歌、跳舞、演戲，都得到大家嘅呢一個肯定嘅。咁可能大家會覺得話，咁你會唔會喺下一個可能 project 又好，或者係下一個階段都好，有冇再想達到嘅目標，或者想達到嘅突破，有冇嘅咧？電影就比較簡單嘅，譬如你可能最後最終極就係自己拍。咁就可以將你人生裏邊咁多年裏邊累積嘅經驗，然之後去創作一個劇本出嚟。而呢個劇本亦都係自己好喜歡嘅，想呈現啲乜嘢呢？因為我覺得喺我嘅電影世界裏邊，我覺得電影唔係淨係單係劇本，當然劇本係好重要。但係真係去到係電影放映嘅過程裏邊，我覺得影像、聲音係要完美。可能你一個演員進入呢個空間裏邊，用拍攝嘅手法已經係更加深層次去表達咗佢嘅內心世界，或者係嗰個情節裏邊、嗰個環節裏邊、嗰個成嘅氣氛。我覺得電影就係要俾觀眾睇到一樣嘢，就係除咗劇情，亦都要令觀眾進入嗰個視覺效果，令到成件事係包住成個觀眾融入咗喺個電影世界裏邊。咁我呢個係我自己比較喜歡嘅一個方法，或者係比較喜歡嘅類型。因為而家我自己去拍電影，只不過係因為我係一個演員嘅身份，我要去輔助導演，希望用自己嘅角色能夠可以係呈現到呢個世界裏邊其中一個角色嘅人物。咁係好被動嘅。咁但係當你做電影嘅時間裏面，如果做導演嘅時間裏面，你就可以就係比較主導權去做呢樣嘢。譬如我可以點樣去令到個演員，或者我點樣去令個拍攝嘅角度 lighting 要做啲乜嘢。然之後到後期就係我點樣要令到嗰個剪接師要符合我嘅要求去剪張第二次創作嘅 puzzle 咁樣砌，我想真正嘅嘢，真正嘅成件事係呈現出嚟。到跟住然之後到音樂部分，點樣去令到嗰件事再升華咧？咁然之後再第三個部分就係可能演作品出嚟之後就交俾宣傳公司點樣去宣傳。咁我覺得呢個係幾刺激嘅一件事。咁我都好期待將來有機會有一日去做呢樣嘢。其實心裏面有冇一啲 idea 或者係啲劇種啊，甚至乎劇本啊，係可能接住落嚟有朝一日我會覺得係人生嘅探討啦，情感嘅一個傳遞啦，一定要感動觀眾。其實我覺得電影亦都要有喜感，即係部電影裏邊我係會產生咗好多唔同嘅化學作用。觀眾入到戲院裏邊睇到一個好完整嘅一個故事嘅內容，其實佢入到去之後佢係享受緊呢部電影。所以剛才講嘅嗰種幽默感又好啦，或者嗰種開心嘅感覺都好啦。其實喺一啲作品裏面，譬如好似梅蘭天嗰個角色咁樣，其實就係一個好完全就係刻畫咗剛才 Aaron 所講嘅。係，其實你演嘅時候係咪都係有即係注入咗好多自己嘅諗法？係當然啦，譬如個彭假牙個哨牙，其實點解要有個哨牙？我覺得係當我睇個劇本嘅時候裏面，我知道佢係一個類似嘅一個教授，咁佢做打劫咁樣，然之後，但係我覺得如果你冇咗一副假牙或者一個咁嘅造型，賦予俾呢個人物嘅時間裏面，或者佢講嘢嘅節奏上面有個變化嘅時候，其實係一個好普通嘅角色。加埋其他嘅人物，只不過就係一個咁嘅處境嘅一件事咁樣。但係加咗梅蘭天呢個角色裏邊，俾咗個哨牙，一個唔同嘅造型。到佢講嘢嘅節奏，我覺得就係會令到呢件事會產生一個好唔一樣嘅一個角色，一個劫匪。我覺得造型好重要嘅，你可以睇到好多點解一個演員佢會變咗另外一個，我會好 impress
我會覺得好驚訝。可能呢個就係俾觀眾一個新鮮感啦，即係大家既定一個印象，但係反而佢喺電影裏邊你見到一個完全嘅唔同嘅人物，咁其實正正就係一個唔同嘅人物嚟噶嘛。咁我唔係演緊郭富城啊嘛，我係演緊個角色裏邊嘅人啊嘛，咁已經係有個優勢，觀眾會有一個新鮮感，會覺得佢哋會期待啦。我記得對上一次我哋訪問嘅時候係10年前，嗰陣時係演唱會嘅時候，我好印象深刻就係咩咧 ？Aaron 係好不吝嗇咁樣去分享嘅，同埋咧每次傾嘅時候咧都會有好多嘅收穫。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好多嘅 fans 咧，除咗係中意你嘅才華啦，中意你嘅歌啊、你嘅電影之外咧，都好欣賞你嘅性格。喺嗰個開幕儀式嘅時候咧，我接觸到有一啲你嘅 fans 喺嗰個電影院入邊等緊你嘅時候，同你傾下偈啊嘛。跟住話你知唔知我真係支持咗郭富城幾多年？佢話由第一首歌開始。即係有啲係支持咗30幾年嘅，即係大家一直係追隨住你。有冇啲乜嘢特定嘅説話咧，想同馬來西亞嘅 fans 同埋 Melody 嘅聽眾朋友講咧？再一次好多謝馬來西亞嘅 fans 啦，同埋 Melody 嘅聽眾朋友啦。咁其實我覺得入咗娛樂圈其實都係緣分啦。咁由一個舞者變成一個歌手，變成一個演員，可以分享俾大家聽就係可能就喺我哋一路都喺度成長緊。其實我覺得我嘅歌啊，或者我嘅作品啊，陪住大家成長，非常之值得期待啦。同埋咧係好難得嘅一件事就係出道咁多年，即係每次咧都俾大家好多嘅一啲驚喜同埋突破。所以咧所有嘅 fans 們，無論係樂迷又好、影迷都好咧，都可以跟住 Aaron 郭富城咧係一齊成長嘅。所以今日咧喺 Melody 早晨有意思呢個訪問裏面咧，非常之多謝 Aaron 嘅呢一個分享。咁啊期待你下一次再嚟馬來西亞，我哋再次見面啦喎。Thank you。